请讲师姊妹全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各位先生好，请坐。咱这各位两位师，咱助理领导，副领导，助理，在座各位这里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时间咧过呢，咱使讲是真紧啦吼。伫咱今仔日呢，应该是最后，这段时间，咱就结束吼。那当然，咱利用来讲起呢，都好到会使咱引本讲师吼，讲33种的来结束。那当然，咱大家有这种学习，咱拥有的这个机会，当然这嘛是咱上天之美啦吼。咱师尊师母两位来留大人的这个大地用因，加上咱老前人的五代人生，甲咱以秀大良先，甲咱周前人的用这个运气，甲咱各位业文师的慈悲，咱有这个机会呢，大家当再度呢同如一体，做伙共同的来学习了解这个中庸之道。那当然呢，咱伫修炼学道来讲起，当然就是咧学圣人嘛吼。那当然，而且咱过去就是讲一个圣人，过去就是讲一个诸佛菩萨。那当然呢，在咱来到这个人间了后，当然所面对的当中是外在的这个相界，嘛因为安尼呢，煞大人格为真，所以呢，对于了解自己的体验甲了解呢，当然有所了解这个偏差。那当然，伫咱得到道了后，咱前面这本书呢，不断来设计了解这个班会，互咱大家当共同来做这种的学习，会当来体会了解，对于一个圣者呢，那么以之所以，互咱世人来肯定，伊是一个圣人。当然咱这个学习的当中呢，咱更加会当来体会了解。那当然呢，圣人以咱天那么的公定的这个代表，所以圣人是代表着天，所以讲呢，咱来学习了解圣人，那绝对是无对的，那咱会当这个学习当中，咱会当依着真理来反反指教，观看了解咱个人家己。那当然，伫修行学道的当中呢，是毋是都有对一项有所了解不足，借着学习，来做这种的引理，会当做一个改变。相信咱嘛是一步一步呢，来朝向圣人的路呢，来伫咧前进。那当然，伊在修行学道来讲起，其实这就是咱一世人，那么来求道修行学道呢，那伊的宗旨甲伊的意义啦，因为咱今仔日既然是修行学道人，那就是要起起伏伏，要恢复本有，当然会当讲，因为修行学道当中，无来改变了着过去的一切，当然咱若要改变，那等于就是咱一世人，在这个当中所付出的一切牺牲奉献一切，那嘛是将伊是化成为无有意义。那当然，你再来讲师讲的，就是
咱伫修行学道，袂当立竿见影，但有可能相信大家拢总是有朝向了着之前的下骹步来咧了就咱家己的心。所以讲呢，只要大家有一个学习的所在，有一个精进的目标，那咱会当朝向着这个目标来做。相信咱伫人生当中呢，就无通选。咱伫即世人修行学道来讲起呢，应该袂讲伫修行学道呢，那无是无所得。但是讲咱借着道理了后，关照咱的家己。咱敢若是旁边文书传播有讲嘛，有了解着咱家己自己，有了解家己对会使袂使，对甲毋对，那会当来做一个改变。毋通含毋对就毋知，若含毋对就毋知，当然就袂去改变嘛。各位真诶，敢是安尼？咱若知影讲，道理安尼甲听起，感觉讲安尼讲是伊所讲诶，当然是针对某一个人，是针对了着咱世间所有诶众生，那么呢所有诶一个背面。那当然，咱听即个道理，嘛就是要互咱去关照。家己讲关照了后，去发觉了着家己，来反省家己，觉察家己，那么呢会当重新开始。为虾米从心开始？因为心咧做对。咱有快乐甲无快乐是心的问题。咱会做对，拢是心的问题。伫道夫来讲起，咱要推动道夫，甲毋推动道夫，拢是心的问题。所以讲呢，咱会当为心来做一个调养。所以讲呢，伫即个课程当中，会互咱学着的，不过就是要咱内修。再来就是要咱互咱行以外，这叫做对相修。那么心怀平衡，那当然呢，咱来改变一切。当然呢，伫咱实修讲办法当中，咱会当去改变，也是第一，改变咱人的命运。第二，就是咱要取向了至善的不二法门，就是唯有课程实修讲办法。当咱体会着、了解着了后，无论讲咱今仔日会当改正改正，当然咱一定要朝向至善的所在来进步。当然呢，功夫下越深的人，下越多的人，伊的成就愈紧，那么愈深，更加当达到圆满。那当然，咱脚步无法度踏紧的人，相信咱嘛对伊了解，但下一节万无改变。所以我哋伫修行学道，无非就是讲要广结善缘，会当留无障碍。所以讲咧，这个学习的当中，咱不断来提升着咱家己，互咱会当认为讲，我今日行这条路，其实我是有咧进步。毋敢讲修到足好，但是有咧进步。讲起来呢，卖使讲是可好可喜啦。希望讲伫未来呢，有相关于咱性能，搁甲各地方呢有诶课程呢，咱拢会当得参与。因为或许总是一个感觉，有听的有保庇，有相当有保庇，各位真正敢听呢？因为你有听，你有感受，然后呢回归到你的内心来做一个觉察、体会、了解，去了解着家己，那当然改变了着家己，安尼当改变了。如果你心无改变，你干那夜庙拜神明，神明袂甲咱保庇。敢是安尼？如果烧了会保庇，互我会当成道，各位真正今仔日毋免来嘛。咱多少人保护咱的人父嘛有不听嘛拜拜的成分啊。所以讲咧，伫修学道就是爱行，修甲行就是一直爱同齐。一方面修，一方面行，安尼咧咱才会当真正真圆满。伫即世人当中，袂讲因为安尼来谈转。咱师父甲咱讲咧，咱一日内当用2点钟的时间去修道，伊甲咱保证咱会成道啦。这是咱师父讲的。那么咧，伫这2点钟来讲起，毋是讲我就像今仔日有来到佛堂
但有2点钟仔有算有时，只要咱个人遮无班，如果你伫厝面，你有咧拍电话，有咧关心咱个道亲，鼓励道亲，有咧导道亲，安尼拢算伫迄个2点钟的内底。所以讲咧，咱大家当然会当调整为即个目标，会当激励人民，会当激励大家。伫咱修道当中咧，点点滴滴，咱拢有法度来掌握。1分1秒咧，咱袂安尼咧，去互伊流失去。所以伫修道来讲咧，应该更加重视。当你真正了家己的时阵，有所感受的时阵，那你当然你会欢喜。你会感觉讲你今仔日做好命唔对，你会感觉讲今仔日，虽然我有讲做足济，不，我还有一点点，那安尼咧，咱讲即耍心拍嘛，即个小雨接到卖安那，小雨接到卖淡啦若如果拢无就无啦若有，当然咱会当做愈济愈好，做袂当一份做愈济，咱会点点滴滴。那因为咱后壁遮咧，过来就是咱的心得分享甲讨论啦今日咧，拄啊好国语班咧，甲咱台语班咧做伙，嘛咱用今仔日来讲起咧是最后的一节课毋知咱各位前年台定咧，对为了咱对台中央班以来，或者是讲伫咱今仔日，咱的建议，咱即个主讲师，佮咱即个新讲师，甲咱今仔日咧，咱就有点本书咧，即个导播，针对这个有需要讲来做一个心得分享的，嘛会当讲非常的欢喜，嘛爱把握着即个机会，因为今仔日的心得分享中央班是最后8点钟剩25分咱伫第一咧，或许来邀请咱好的一位咧黄俊杰前贤，来甲咱做一个心得分享因为咱前贤咧，或许感觉讲会为伊真赞叹啦，因为伊言情有物，听伊讲咧，离道场嘛无足久但是伊会当有所了解、体会、了解，袂使讲是地府的，嘛会使讲是真精进啦，所以讲咧，会使讲是真难得。咱即摆咧，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甲转移伫迄个伊个顶端啦。啊，后啊就是讲伊讲正面的重点，啥物是中用是啥物意思？啊，中就是讲不偏嘛，就是讲不偏离嘛。啊，就是讲有啥物咱得就是讲咱的心偏离啊。咱本来咱的心应该是爱顺得离路嘛，顺着咱的天心本性，应该爱直直行，顺着平行。啊，毋过咱即摆袂歹想到，因为咱的心偏去啊。咱本来应该行对方呢，结果咱的心偏去啊，有啥偏去啊？咱看着好看，咱就是要看，咱的心就带去啊，所以偏去啊。咱听着好听，咱就是要听，咱的心就带走啊，咱的心就偏去啊。咱看着好食，看着那个做心动的物件，面啊、礼啊，那个做想要爱的物件，咱的心就带去啊，偏去啊。所以讲，咱有时要来想到，就是讲，让咱偏去的心收倒转来，行到迄个正确的道路安尼。啊，头摆是讲啊，迄个人内底吼，其实圣灵吼，帮助伊有介绍讲，我希望迄圣灵是要安怎行伊的应用之道的。上主要就是讲，学习者啊，君主即中用，君主立实中。意思是讲，就是讲做个君主，咱爱时时守中啦，时时讲行，咱爱行即个中，咱爱行即个中庸的迄个道路，爱时时戒慎恐惧啊，是伫咧心内啊。啊，第二，伊讲讲着啥？言语啊，言语啥？接互中庸，得以善，方法和音嘛。讲主就是歹势，迄个言语甲讲主分别嘛，讲主是讲啥？讲一句话。贴地合理，合理。啊，意思是讲，好一个例子啊，贴地嘛，贴地家己的心，家己的力量，所以才会讲带来才会讲四不五嘛，合理落实，合理落精，合理落量，合理运动。所以讲，言语听着了，对不对？你慢慢，你记起来。啊，所以就是讲，讲主个赞叹咱的顺序。顺序是安怎？顺序伊是即其两端用其中，意思是啥？伊讲，伊看来伊个事本，伊是好的、歹的，怎去了解？先呢，恶的怎去了解？然后常客，了解了去常客，选一个上适合的方式去伫迄个领域。其实吼，咱也是讲，咱做父母啊，是真正嘛知影讲。就是讲，即摆咱个教育方式嘛是安尼，即摆个教育方式就是讲，迄个斯巴达教育啦、洋家啊，你看，人家爱学拍啦，爱学洋家啊，有小学一定小学、大学安排你做啥？啊，迄个每礼拜一摆就出一个新闻啦，一个读法语的，愈好，愈袂英语，你5工尔就跳啦。为虾米？因为较知影讲，因父母是高学历，我是做医生的。啊，从细汉吼，就家铺路讲去遐行山，结果即个查某囡仔，伊高中毕业了，不是要读啥，是要读师范附中。啊，毋过呢，因父母呢，就讲边仔，伊讲你个头仔好，你爱读法语，结果顺着因父母去读法语，结果呢5工跳落水，做啥？所以讲，这是一个。教育的教育，啊，各个新闻，真几了概念。台湾小头出现一个啥？一个查某囡仔，差不多5来岁，迄个小女孩哦。奇怪，咱内政兵讲坐伫迄个楼梯头遐，看我奇怪，啊，了有一个囝仔，囡仔呢，啊，伊就讲无啊，啊，伊就带讲，伊就要想要唱啥，我袂使安尼啊。因父母就回讲，无啊，阮尊重伊的意思啊，尊重。之前啊，一个教育方式是讲，迄个做父母的完全尊重囡仔的意思，伊嘛袂甲拍，嘛袂甲骂，用伊的意思。安尼刚好，安尼咱伫厝长家安尼，拢有外口着，从细汉就安尼教，所以讲，就是讲，即摆教育方式即种的严格，即种宽松的，所以讲，咱这两个方式，咱都要了解，然后选一个适合咱家己囡仔的教育方式，你嘛，学校嘛是出来是行地方指导啦。过来就是安尼，过来是讲，
那圣灵就是讲，伊知影要行中庸之路，咱即个法不上主的时候，即个法不上主是要行的。迄个其实迄个中庸以上大的关键是啥？就是一个诚，一个诚意。是讲咱要安怎来行迄个中庸之路？一个诚，啊，什么是诚？诚就是啥？用实实在在的心来踏实实的去做。咱迄个是台湾。传统就是安怎，爱诚心保守，是心受的，用咱的心心来去好了了。啊，然后用实在的心好好去受的。有一个会讲语，有一个歌嘛叫，甲你咱调调，咱爱调好，咱爱调好调调就是安尼。啊，然后就调调啥物？因为刀也袂使死去，袂使离开咱嘛。刀也使离开咱，就毋是刀啊，所以讲。刀，伊是袂反面的。啊，毋过为虾米咱即摆人颠倒离开咱颠倒阮咱个人，咱即摆做嘢人，像颠倒阮刀呢？因为是无法度的，咱就空气啊，咱的心就空气啊，五心空气啊，五阴空气啊，五味空气啊。所以讲，咱即摆目睭看啥，拢看甲满天神佛，再是咱就讲你讲是本。啊，听着好听，就无听着你啊；听着好食，就食。咱敢有听过汤匙成佛嘛？无嘛。所以讲，即讲咱心往即个五色、五味啊、五阴空气啊，所以讲咱就要用咱的心来改变的来调调。啊，记性就是讲，咱个心了，咱调到咱记性的心嘛，咱会知影咱迄个人民讲啊，咱爱记性心，记性心。所以讲。咱看一寡到即摆，咱去看讲一寡老菩萨啦，对少年嘛，到即摆啊，拢直直来听道理。所以讲毋捌去听无，伊嘛是来有啥物件代志？因为伊靠着一个记性的心来，啊，头发个也是讲不要死啊，个一个平心，啊个平定的心，意思是讲啥？咱行一条路会使半途而废，咱老师讲半途而废。是讲啊，啥物？半途而废人吼，你今日来咱这个老师的门，你哪会使半途而废？不早餐而空手而回。啊，这是不是？啊，这个我参加迄个3年，迄个在教育班嘛，做面迄个研究是讲，大家嘛，全部嘛知影讲，头一档来上个人，比如讲你讲好啦，头一档来上个人，差不多40个。第二档呢，变30几个。其实咱个过20几年，最可惜就是讲，因为有个人半途而废，其实伊毋是大部分人吼，其实拢是因为啥工作原因啦。拄好来有时间来上啊，结果第二礼拜就是讲，我公司派伊去过，伊无法度有做啦，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讲这是讲可惜的所在。啊，第二个有人讲伊半熟，有诶是半途而废的原因就是啥？因为听无，伊听无，啥物听无？比如讲，这老菩萨伊拢听无啊，伊个人来啊，内底有一个老菩萨，八九十岁啊，伊中文连伊讲你听无嘛，我台语，啊，毋过伊袂经典嘛，照背，听袂，小可放嘛，看无的面容我会注意嘛，伊是用啥？伊是用文做注意，伊爱一个背，照常背，怎样开始背，哦，这真正是。记性的表现，然后当然迄个英文讲调钢铁伊迄个课本啊是相当好，伊规个拢是日文的注音啊，表示讲伊这课本真是伊是用咱记性的心来学这个课来学这个课的。啊，有一个迄个就是一个咱才对迄个前人啊，所以讲咱太教啊，伊甲我讲，我想着有啥物，讲吼过去吼。爱情啦，即摆吼，即摆刚才讲我读册吼，最艰苦的。就是讲，咱普通分袂解，咱看无，然后大家来拢爱去测验，拢爱背册。哦，敢若做撑不下去的感觉啦。我就甲伊讲，无法度啊，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啦。毋过你无要紧啊，我甲伊讲，你想看卖嘛，你来遮。你以后是要做神木，还是要做小木？
你要做阿里兄的阿里山的生物，还是要做那个啥不可雕刻的朽木，你连雕刻的技巧都无。所以我就甲伊讲，咱即摆来遮就是讲，咱要开始家己嘛，好啦，就先讲跳法律，就是讲慢慢去听，我拄开始家己讲似懂非懂啊。虽然以前咱有读过，读册时读过那个化学教材嘛，诗书，啊，毋过呢，迄是咱一个代志啊，即摆嘛生活变化搁重来，所以讲嘛是生活一啊，毋过慢慢听，慢慢听，慢慢听，总有一天你就先讲你跳法律，赢了就你咱爱肯起来就好啦，啊，以前就是讲文化的活动。所以年轻有为，当然这嘛是咱大家来学习时间的迈前即摆来呢，请咱人和